来继续来看台中一个太太，互诈骗集团骗400多万。这个太太发现家己受骗了后，甲厝内底的人设局假交易，甲车手约出来提钱。车手到现场发现对方人袂少，马上驶车要来逃走。这个太太的查囝无顾到危险，拍离个引擎挂，袂互离开。但是车手也是无停车，就安尼驶1公里外，才伫巷仔底互警方抓落来。这个查囝嘛受伤了。 警方嘛，伫伊的车顶抄出着毒品，甲伊送法办。民用驶车停红灯，这时一台拄我的轿车驶入来，看到真引擎挂有拍一个小姐，现场看到人拢惊到，另外一段画面嘛翕到，这个小姐拍伫引擎挂，而且轿车要减速，抑过后来佫继续驶。 真正互人紧张，这个车路哪有人拍伫引擎挂？原来是台中一个61岁姓柯的负责人，误信诈骗集团的伪出之后，损失400几万。姓柯的负责人即家伙决定将车手骗出来了后，私底下要甲驾驶，结果车手一个到现场看到人遐济驶车要走，姓柯负责人查某囝骑车入进前，规人拍伫轿车引擎挂，因为安尼被弄着伤。 女子跳上轿车引擎盖之后，车手并没有把车子停下，而是继续开了1点多公里，最后在太平区的大园18街这个地方被警方拦下。警察车放伫车，伊个人伫遐咧掠，安尼啊，有听到查某的甲查甫的咧，那咧小亮的声。喝酒，我就看到汽车停在那边，然后有一个人坐在旁边，随即启动拦截围捕。 20分钟内迅速查获涉案之吴姓男子。警方接到消息，随去抓人，发现车手是姓王的查甫人，佮伫车内有超着毒品，嘛甚至讲有食毒品，并且佮驶车。警方问过笔录了，伊才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，加上肇事逃走、公共危险、诈欺等罪嫌，将姓王的查甫人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 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